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哈战争，战甲打已经造成超过32000人死亡。联合国的安理会第25个时是头一届通过要求加沙爱随停火的决议案，因为这届美国无阁反对，美国这届是投弃权票。也毋过即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因为美国弃权是真火大，伊遂取消各界代表团要去美国访问的计划。Abstention.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野手投下弃权票，无过动用法国权来阻止。安理会总算头一摆通过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案，内容促请各方伫穆斯林在解决期间随休兵，实现长久继续的停火，佮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释放人质。不过条文并无强制力。美国表示，无过后果是因为认同随停火、释放人质等内容，不过无投赞成票，是因为决议案无谴责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不过弃权票由原属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受气，指控美国奉行决议案，危害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作战，是背弃原则的立场，随即决定取消代表团访问华府的计划。We're kind of perplexed by this. We get to decide what our policy is.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eems to be indicating through public statements that we somehow changed here. We haven't. And we get to decide what our policy is. 美国这段期间一直抗以色列唔通进军加沙走廊南部，以免进一步造成更较大的伤亡。这摆高层会议原本也是要参详相关措施。以色列单方面取消也和北京死亡无了解。早前一部去美国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伫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进前，佮一摆表示强硬立场。אין לנו זכות מוסרית לעצור את המלחמה בעזה עד אשר נחזיר את כל החטופים אל ביתם. 那伫以色列特拉维夫临时加属挺政府坚持所有人质倒来进前，绝对无应该成停火。公司新闻是非常评论。